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7日，马太福音5章10安尼讲：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甘愿为伊来受困着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无通比，至圣无瑕疵，至大无限量的全能真活上帝。主啊！你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当阮软弱的时，求你亲自扶持；当阮失迷的时，求你引带阮行转来正路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跟对你来行。主啊，伫面对困着甲患难的时，阮的心常常会有惊吓甲摇动，甚至会怀疑家己的信心敢会通徛会牢。主啊，总是愿知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确袂放杀阮，要甲阮相同行。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